公共政策网络平台设立以来，民众会使对政策发表提案。不过，立委却接到陈情，讲明明是无签名的提案。这农业部却伫咧回应的时，涉入民众的个资。我们有提案说那个喂养跟安乐死的议题，然后后续就会有反喂养，然后每年其实都这样。 那今年也是一样。那今年更过分的是说，你公然泄露我们提案人的大名。那其实说，我们这些受害者的民众，其实一直都很害怕说，我们的个资泄露会不会遭这些动保人比较激进的动保人士的肉搜？陈情的民众要求农业部处分突册公务员，嘛要声明会实地。 检讨内部文件审查公开流程。若目前农业部已经发新闻稿回实例啊，讲会检讨改进，进行内部调查，加强落实保护个资观念，建立防范机制，避免类似情形搁再发生。